口，大家想見明星嘅話，不妨到機場行個大運啊！好似呢日咁，湯唯就現身機場，大約下晝2點幾左右，素顏上陣嘅湯唯孭住背囊，着住 T 恤牛仔褲，慢慢步出機場。今日係嚟香港做咩㗎？今日我嚟香港同導演同埋學友見面。見面係一個私人嘅見面定係工作上？工作上會留幾日？如果做完嘢咪走咯。做完嘢就走。咁你新年咧？新年去邊度玩？喺屋企咯，喺北京咯。喺北京過，同屋企人。係啊。外間一直有傳，湯唯自從因為色戒嘅大膽演出而遭內地封殺後，演藝事業一度受到阻滯。不過牛年新春新氣象，事關湯唯最新力作，就將會同好耐冇拍電影嘅學友合作，總算係守得雲開見月明。難怪來港洽談電影嘅湯唯，除咗有問必答之外，仲全程掛上甜美嘅笑容啦，就連上車，湯唯都好有禮貌咁同大家講拜拜添。